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发生一件惊人的命案。一个4岁小女童，和伊的亲生妈妈甲伊妈妈的查甫人活活苦毒到死，事后甲伊的尸体带离的民间的八卦山区。这个代志之所以来爆发，是当初协助带尸体迄个查甫人的朋友，因为毒品互掠去关，伊伫个狱中甲关做伙狱友讲这个代志，狱友向警方来检举，代志才来出破。检警已经突破到2个人的心房，查到这个查甫人伫山顶的祖厝的菜园啊，挖出着小女童的遗体。检察官嘛，惊2个人的刀亡串口径，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伊4岁查某囝，敢若是互人苦毒惨死，互人等伫南投的民间山区，伊甲前男朋友38岁姓陈嫌犯，和警方列为嫌疑人移送。为什么要杀你？这陈嫌犯涉嫌将4岁查某囝苦毒致死，带伫南投民间旧厝的菜园啊。2个月前，因为他就是笑回来，有在那边挖东西。当时等来学的，一两个月前的犯，1两个月前。出面讲，这个姓陈嫌犯高中就搬出去啊，有伫食毒品，亲戚朋友拢无甲伊有交参。捌看到姓陈嫌犯驶车带这查某囝的老母甲查某囝做伙转去旧厝。这个囡仔是因老母甲前翁生，伊甲10岁阿兄本来是好住伫台中北屯的外马厝。5月中的时，因老母讲要带这个查某囝出去佚佗，后来就无搁转去啊。外妈找无查某孙仔，7月初5去报案。这个老母过2天转去时，讲因查某囝交姓陈嫌犯照顾，7月7日去撤销协顺。我们有去入出境调查，也有调查他的就医记录。不到2个月的期间之内，我们提供了将近5次的电访，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络到妈妈。想袂到，搁接到这个查某囡仔消息的时，人已经无命。代志表示当初帮助姓陈嫌犯去死的姓蔡的朋友，因为这个毒品案件，互人掠去关，甲狱友讲出这个代志。狱友伫8月24日，甲警方检举，检警伫9月7日，这个囡仔名单这一天，掠囡仔老母甲姓陈嫌犯9月3日，伫姓陈嫌犯因旧厝的菜园啊，将这个囡仔遗体甲挖出来。南投的检方就是讲，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甲姓陈嫌犯2个人涉嫌重大，而且有刀亡串口径的顾虑。法院已经采准收押禁见。